極限，即係伸到有咁長，伸咁長，然後就慢慢吸氣，打開，向上，定一定，提升，又係吸氣，閉氣，而家閉一閉氣，每一個動作定嗰陣時，閉一閉氣，向前，向前，右手扶左腳，眼睛望左手。反轉，左手扶右腳，眼睛望右手，手指尖，盡量做一次唔做到，慢慢以後就會。然後喺胸前畫個大圈，好個大西瓜上嚟，吸氣，反掌，定一定，向後咬腰，又係順自己下，咬到幾多，然後翻返上嚟，定一定。左側隻腳唔好移動，就係個腰度。左側拉到最盡，好。右側拉到最盡。提升，即係喺呢個定個過程中，你自己閉一閉氣，翻轉頭，轉體，再翻轉頭又係即將唔動嘅，就係睇咯。好。望左手手指尖，望右手手指尖，就係咁就一套啦。你連續做6個配套喺度，隨住你自己嘅身體情況啊，舒緩，做完就攤手。咁佢白天咧就係從呢度。